各位兄姐、高早平安。最近天气无讲介好势，阴阴的天气，但是咱嘛爱感谢上帝，伊赐甘霖予咱，嘛赐日头予咱，所以拢是对咱拢是有意义的。今日咱来唱信诗78首，耶稣耶稣，因疼来充满我。这首诗歌，若会当咱会当看头前的咱椅仔头前有咱的信息，若会用的，咱摕信息摕起来看，因为这个甲一般咱的迄个顺序无啥共款，咱用看咱的信息来看伊的这个乐谱吼，咱知影讲伊的变化是啥物。这首诗歌是先唱一个副歌，副歌了后，就第1节、第2节、第3节、第4节。到上尾啊，才搁来唱一个副歌，做一个结束。这首诗歌《耶稣耶稣，因疼充满我》，实在是耶稣是爱教咱要安怎学习伊来服侍，吼，咱要服侍主，咱嘛要服侍咱的厝边，服侍咱的朋友，有信仰的人，咱拢爱做学习耶稣，为着咱来洗骹，用这来教示咱，因为伊用疼来充满咱。好，这是咱来唱这首诗歌，咱全部拢来唱。耶稣，耶稣，因疼充满我。安排厝边，伊几老朋友脚前，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家做落步地服侍，耶稣。充满我，教我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厝边有好耶稣用，厝边有无亲情做，厝边也无分贵贱。远古耶稣。充满我，教我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我应该为因服务，我应该对伊疼惜，因大家拢是离阮厝边，耶稣。充满我，教我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听予我开归路，亲像落寞来服务，我应该安尼甲你讲话，耶稣。充满我，教我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真水的一首诗歌，煞正咱来看176首，176首。听堂的神降临，就是信心的诗歌，圣灵的诗歌。听堂的神降临，这首咱唱3节，第1节、第2节、甲第3节。
心这么眼前，求你心怀的多，地高树有小波，最后变家回回和我的家乡。我的耕最定，心胸叫我高见，便求我心比和我落见更明。第三节，关注心爱所恨，最我寻求我所，我用天比最我的耐心依旧，给我真心天比，当我叫最比比，心在心中就同为救主拯救。接着咱来看552首。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这是切肯的诗，咱就勇敢同齐脚步，我靠上帝好胆来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这首咱唱第1节甲第2节。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路，当然靠近遥远路途，有人救助的保护，记得传路灿烂更明，也透过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可大真情，丢真情，丢真情，我靠我主来见证，光明富贵邦的奥秘，专心为主来见证，为着正义应该用命，受尽真他来见证，不可世代，不可本属，我可专的难的主，我可上帝可大真情，丢真情，丢真情，我靠我主来见证。接着咱来看389首。389首，我罗上帝至权至尊。我的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好万福，天地心塞，天万民，因我路背行信心。请咱准备心来敬拜上帝。
请咱闭慢心来敬拜上帝。上帝啊，伫你的殿内，阮少念你的慈爱。上帝啊，你的名传到全地，俄罗的声透到天边海角，你的统治充满公义。做伙来吟圣诗第78首，78首。耶稣，耶稣。用听充满阮，请徛起吟。
请咱游园徛地，做伙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你是阮的溃烂，是阮的保护者，是阮的君王。你是阮的爸，阮的上帝。你是拯救阮的石盘，是公义的审判官。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愿永远疼惜阮的上帝。阮是你所救赎的，阮要唱歌来称赞你。阮要用全生命大声唱歌来学努你。阮向你祈祷，毋是靠阮家己的好所行，是因为你有丰盛、慈悲甲怜悯。你疼惜万美，疼惜你所做的一切。大山会刷开，小山会迁移，毋过你的疼，你不变的疼，永远袂离开阮。阮要因为你的名欢喜，因为你的公义快乐，因为上主的公义来感谢。创造天地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创造人本来是正直，总是阮真高假过。阮所做的拢是歹，因为你叫阮无要应。你伫讲，阮无伫听。阮颠倒去做你看做邪恶的事，去选择你无欢喜的代志来做。所以，阮受你的审判是拄好尔尔。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阮。你有丰盛的慈爱，求你撤销阮的罪过。你是审判全地的上帝，你是公义的主。你喜爱正直，你建立公平，你疼惜义人，甲正直人的路铺平来受得。你无偏待人，无论对一个民族，敬畏你，行为正直的人，你拢欢喜接纳。你保护所有听你的人，你为听你的人所准备的，毋是目睭会看到，耳孔捌听到，嘛毋捌人有过想到。做歹的人，因的结局你有未办，你要甲因放伫骨溜溜的所在，互因跋倒来灭亡。歹人若悔改，离开因所犯的一切罪，做公平正义的事，伊要救家己的性命。你是慈悲怜悯，你要眷顾忠实的人，互因甲你做伙大。你要互行正直的路的人来服侍你。因伫黑暗中有光得照，见若归应你的人，你一定会接纳因。你所爱的祭物，就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你所听的人万分歹，你保护你圣的子民的性命，救阮脱离歹人的手。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你嘛安尼疼惜敬畏你的人，互你所听的人来得到解救。你是和平的君王，主权甲威严拢在伫你。你伫极权的所在实行和平，是照公义审判，促进和平的人真正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你宣布讲，伫你的圣山的各所在，一定无伤害、无迫害。愿你和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愿慈爱甲信实三拄，公义甲和平三揽。你的国度永远存在，你掌权的权柄，煞甲万代。一时，我们教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来出声。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公义到，你的旨意食，你对亲像伫天里，阮的入心，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
亲像阮后下面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叫阮发离的歹个，与国元灵、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这第1075页所在。启应文第42篇，启应文42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11篇。咱做伙来启应。亚西老树头的布影，就是智慧聪明的神。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要用公义维护善食人，伊要用裁决做棍攻迫害者，伊要用公义治理。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我囝甲狮会斗阵食。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伫我的圣山的逐所在，因为对上主的认捌会普及全地。做伙来吟圣诗第176首。听堂的神降临，请徛开吟。
请坐。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是应允的上帝，求你互阮行为甲生活合理的呼召，求你赐阮气力来实现一切良善的心意，加信心的作为，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听，互相宽容，用和平互相连结，保持圣神所赐愿的合一，言行举止会下基督的福音，同心做伙，为着所信活出基督的款式，互阮学习上帝你的听，甲基督的吞论。互阮诚做你纯洁的子民来归属你，因为阮诚做上帝的囝儿，无论做啥物，尽心来做，无论为着，毋是为着人，是要为着主来做。你是救赎阮的上帝，你安尼宣布讲，毋免惊，因为你已经有救赎阮，你有救阮的命。呼召阮，阮属于你。阮对你的囝耶稣基督得到救赎，罪得到赦免。求你帮助阮，弃杀一切恶毒、歹性地、受气、宣扬、诽谤，甲一切歹，就互相亲切仁慈来相款待，互相赦免，亲像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阮共款。求你圣神引带，赐阮谦卑温柔的心，互阮通过黄牧师的正道，愿阮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阮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用家己的性命的改变，为耶稣做干净。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刻来共读圣经，今日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对亚西的老树头的半意，对伊的根。会发有机，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就是互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神，有计划甲能力的神，有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嘛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伊要用公义维持、维护善食人，用公平保障互人看袂起的人。伊要用公正的裁决做棍讲迫害者，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伊要用公义统治治理，用信实统治。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豹甲山羊仔囝做伙困，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牛母甲熊母会做伙食，因的囝会做阵休困，使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婴仔会。伫毒蛇的空口佚佗，长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血。伫我的圣山的逐所在，一定无伤害，嘛无迫害，因为对上主的人物普及全地，亲像水充满大海。愿上帝以赛亚的应允带来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平安。下面
要请圣乐队阿萨诗班，因要用诗歌来带领咱的敬拜。要唱的诗歌是《万人赞美主，万人赞美耶稣圣名》。这是请黄春生牧师讲道，题目是正义甲和平的国度。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参加弟弟。今仔日阿萨诗班通过万人阿罗耶稣圣名来带领咱来敬拜。这是出自腓立比书2章第9节，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通过耶稣基督，咱会通对迄个对路失败中间会通得到拯救，看到愿望。今仔日咱咧读以赛亚书的时阵，咱咪当对内面的信息看到，迄个时代先知讲有国家的苦难，但是伫迄个灭亡苦难的中间，
伊也带出愿望，所以苦难甲愿望是伫遐互相来出现。伫黑暗的中间，犹原会当看到透光的光明。伫顶礼拜，咱看到上帝唔敢若管教犹大，就连上帝摕来做审判的工具亚述帝国，因为亚述帝国，伊唔是敢若去完成上帝爱伊做的审判的工课。圣经内面，互咱看到。伊阁愿望成做全地的霸权，所以上帝伫遐出手来审判。经过苦难的甲责罚，上主的子民才会当有愿望，才会当有定开始的一种的新的生活。所以神伫遐用上帝手内的拐来代表。这个拐代表上帝要管教，这个拐代表是苦难，但是这个拐嘛会当充满活命的气力，就那亲像摩西的迄个拐，上帝交代伫摩西的手，迄个拐啊，摩西的拐后来佫会复演，发出新的基。带来新的生命，所以上帝手内的拐，咱看起来是苦难是责罚，也是会当看到愿望甲新的画面。伫苦难的中间，会去引发人去思考人生处境的问题。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卡缪斯，伊称这个世界是荒谬，还是会当讲真坎坷、真空虚。但是面对这种坎坷、空虚的世界，伊伫遐提出，咱来做出反抗。对伫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人有缘会当通过家己的行动选择，互咱家己的生命会当有个人的意义。伊将这种反抗的精神看作一种积极生活的态度，强调咱爱不断去无去克服伫这款的坎坷空虚的世界，互咱的生命有意义。所以伊讲一句真出名的话：我反抗，所以我存在。虽然这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卡缪斯，也是讲沙特，因时常咧强调人生是最的空虚、坎坷、困境，但是因嘛主张，伫这款的空虚的内面，咱需要去保持愿望，并且用家己的自由意志活出生命的意义。哲学家认为，这个世界是空虚、坎坷、无意义的。但是，德国的神学家穆特曼，伊相信历史也是个人的未来，拢是上帝应允的引带，要引带咱到伫一个将活得到创造救赎的未来。所以，伊毋是咧讲咱个人要安怎去面对，伊指出咱有一个更较大终极的未来。就是一个全新的上帝国的临到。穆特曼认为，上帝伫耶稣基督受难中，甲受苦的人同受苦，这嘛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上帝是甲咱同受苦的上帝。当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在讲苦难中间，咱来靠个人伫遐找到意义。但是神学家，互咱看到，愿望是在伫上帝伫基督内面，甲咱的连结。先伫以赛亚信息内面，嘛互咱看到，当咱面对绝望的时阵，但是伊嘛互咱看到未来的新的愿望。所以绝望甲愿望伫遐 QQ 啦啦。
苦难甲救赎，嘛是伫遐不断重复的出现。今仔经文内面画一幅图出来，弥赛亚的国度。这个国度内面充满5万的启示，这个图内面充满正义和平，是一个超越人世间的政治荣耀的国度，是属于上主家己。咱现在就来看卖这段经文所带来的信息。咱先来看第1节所讲的，讲这个亚瑟的老树头，亚瑟的老树头会当翻译做残干，和合本还翻译做残干。残干是啥物意思？代表已经死去啊，死去的树头已经无法度生出物件。这个意思是啥物？大笔的王朝已经失败啊！先知以赛亚看到的是亚哈斯王、希西家王拢失败啊，拢灭绝啊！这个老树头已经灭绝啊！这显示出主前第6世纪犹太人受掠到伫巴比伦的情景。但是伫遮进一步的讲起，这个老树头的背影。已经打去死去的老树头，竟然会通复演，伊带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新的愿望。这绝对毋是迄个打去的老树头本身有啥物款的气力会通复演，也就是讲，大笔的王朝是做袂到的，是上帝予伊来复演。这个意思是讲，受掠到伫巴比伦的这个老树头，将来会通复演，村的百姓会当转来，这是上帝的作为。什么人会当予这个老树头复演？毋是亚瑟，毋是大笔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已经亡国啊。会当予这个老树头复演的，是上帝本身的作为。基督徒在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真习惯直接跳到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但是咱要知影，先知以赛亚写作的时阵，伊第一代的读者、第一代的读者，因咧读到的时阵，是读到因的国家亡国，因受掠到伫巴比伦，总是上帝要互因有愿望。咱虽然毋是犹太人，搁较毋是第一代的读者，但是咱会当对以赛亚书的经文内面所描写到的苦难、亡国、灭绝，去感受了人的性命是何等的渺小，世界是遐尼坎坷、空虚。哲学家伫人类的历史的中间去敲吹，咱面对这款的苦难。人是孤单的，所以人需要面对、爱对抗这款的苦难甲孤单，来找到生命的意义。但是我谈到讲起，神学家穆特们甲咱讲，愿望是出自上帝伫基督内面，甲咱的连结。咱做一个基督徒的读者，咱当然甲第一代犹太的读者无共，咱真自然会伫这段经文内面去解说，这个法基是代表什么？咱会伫遐来代表，这是弥赛亚，是基督。因为咱已经超越迄当时的眼界，咱咧看的时阵已经2000年后、2600年后的眼界，咱看到。伫历史的中间，上帝已经安怎出手？上帝已经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伊通过安尼要带来世界的救赎。如果咱将犹太人的眼光，甲咱现代基督徒的经验来做结合的时阵，咱会通知影，先知甲迄当时的犹太人讲。毋通将愿望
放伫会败坏地上的王国，因为地上的王国亚哈斯王、希西家王拢败去啊，犹大国嘛亡国啊。但是迄个五望对迄个老树头打起的树头，竟然会通看见五望。这个五望毋是这个王朝所带来，这个五望是上帝，互伊会通对迄个死的中间会当发出布意出来。所以咱毋通将咱的五望放伫世上会败坏的政权。咱需要转来到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看到伊对四国外迄款活命的溃烂，伫上帝拯救的计划内面，高大悠远的进行，咱会通看见不义的新生命。咱煞只咱来看第20甲第30顶半段，谈到讲起，什么人会当互这个老树头？已经死去的老树头布影。第20安尼讲，上主的神甲伊同在，真清楚，毋是代表的王朝有啥物款的能力，乃是上帝神发动，上帝神的支配。老树头会通布影，受掠的百姓会当转来，这是上帝灵伫遐来运行。上帝神展开一种新的局面的溃烂，上帝神会通支配人，是超越的能力。伫无同款的时代内面，拢会通带出新的改变、新的局面。那亲像上帝神甲摩西同在，这个大智可知啊，大智的人，无信心的摩西。竟然会通徛伫迄当时埃及帝国统治者的面前，甲统治者伫遐来对抗，带领一阵的奴隶反抗奴隶的主人，得到讨棒，得到自由。无有人会通称做因的主，只有上帝本身。这也就是咧讲。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伫以色列历史的中间，第一位国王扫罗，伊嘛是互上帝神支配。但是咱看到，上帝神离开扫罗，临到伫大卫，也对安尼展开大卫的王朝。毋是大卫生了好看、聪明，也是伊的道德较好，实际上伊的道德无好。这拢毋是大卫掌权的原因。大卫掌权是因为上帝竞选，是因为上帝神临到伫伊。换一句话，互咱看到，上帝神是带来一股生命、智慧、聪明、能力的溃烂。所以第20搁较进一步的讲，上帝神互人安怎敬畏上主。这互咱看到。新的王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尊主最大的态度，甲过去失败的君王有真强烈的对比。特别圣经的描写，亚哈斯王是一个骄傲、自我中心、无倚靠上帝的王，伊反倒转去倚靠亚述帝国。第20甲第30的顶半段，有人予伊一个名称叫做。圣神7种的能力，就是讲这个王身躯顶，上帝的灵临在。咱要太知影讲上帝的灵临在这个王，而且有7种的描写，讲伊有智慧、聪明，就是一种悟性。伊会通计划，好啊，本翻译做谋略。伊有能力，伊有知识，伊敬虔，伊阁敬畏上主。这是以色列君王必要的条件，但是爱知影，这个条件毋是人一生来就有，是乃是当人敬畏上主的时阵，上帝神就安怎
临在伫伊的生命内面。第30个顶半段安尼讲，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这会表达这位新的王也是弥赛亚，伊甲过去犹大的王朝内面失败的君王有一个真强烈的对比。上大的对比就是安怎？对上帝的敬畏。煞者咱来看第30个后半段甲第50节，伫这段经文内面说明。敬畏上主的新的王，也是弥赛亚的治理。伊毋是靠着人的智慧，也是气力，伊是完全降服伫上主的启示、圣神的引带。上帝的智慧会当互人做出正确的判断，上帝的能力会当互伊施行正义。上帝的栽培甲敬畏上帝的灵。会通互伊做出下上帝旨意的治理。第3节的后半段特别的强调司法的判决，迄正做弥赛亚治理者上重要的工作。2天前，咱知影台湾9月20日，台湾的宪法的法庭对死刑做出解说文，这是真困难的代志。需要勇气，需要去理解人民，爱去加强迄个沟通对话，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咱的世界行到伫呾，咱也看欧盟国家，欧盟的国家因定一个基本管理宪章，伫迄个宪章内面规定，爱废除死刑，要加入欧洲的国家联盟。废除死刑是上基本的条件，这是因经过迄个几百年以来的战争，伫遐来做出一种的信用的反省。所以这是无简单的司法判决，往往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嘛也因为人的疏忽，做出无应该判的判决。所以，咱看到圣经内面咧讲起，这个新王会当照正义公道审判。圣经内面咧讲起，伊无会照目睭所看的来审判，嘛无靠耳孔所听到的来判断。也就是讲，伊袂受有钱的人收买，伊嘛袂降服伫有权势的人的意思，搁较袂安怎？台语讲耳空轻啦，耳空轻，煞来做出毋对的判决。伫遮有一首诗歌，安尼讲起，讲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用公平保障，互人看袂起的人。这首诗反映迄当时军东的民族，包括以色列，因有一种的信念。就是做王的人，做统治者的人，你需要扮演一种权力资源会通公平分配的角色。王会通用伊的权柄介入弱势的人的需要，将资源分配给送乡人，也是帮助遐个处境无好的人，包括孤儿寡妇。为着这个欠缺社会影响力的这弱势者，互因有权啊，有力、有气力啊。这是弥赛亚的治理，弥赛亚的治理嘛适用伫咱台湾今仔日社会处境。咱台湾过去3月21号2万点。有真侪人买股票，有人讲啊，拍算我无买着。股票到2万点，意思咱的经济非常的好，拼经济已经毋是现在上要紧的课题。咱应该亲像经文内面所提醒的，一个古早的王的统治者，伊需要有资源分配的角色，
这段经文也要提醒，爱照顾基层的人民，资源重新分配，这是真要紧的课题。咱需要真谦卑伫上帝的面头前，承认咱拢欠缺真正的智慧，包括一切的执政者、民意代表，拢是同款。经文内面甲咱讲，真正的领袖是有智慧，并且倚靠上主。所以，咱需要为着咱的国家的领导者来祈祷，为着国会来祈祷，为着地方的政府来祈祷。望因会通为着弱势需要的人，伫遐来付出因的努力，求上帝赐落这款的智慧能力，帮助咱伫生活中间，会通做出下伫上帝旨意，并且成做别人的祝福。今仔日咱的社会有缘有真侪无公平的问题，咱咧讲起贫富差距、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的腐败等等这些代志。但是基督徒受呼召，伫这款的环境的内面要做啥物？要做光做盐，做公义的代言人，勇敢站出来，为着公义来战声。因为活出基督的正义，这是上帝国的记号。煞接咱来看第6节甲第8节，弥赛亚的影响。伊的影响内面，直接讲起豺狼甲绵羊会当做阵大。豺狼到底的代表是啥物意思？其实咱来看第6节甲第8节的时阵，咱来去对照第1节甲第5节，迄个咱讲上下文迄个脉络来思考。头前咧讲的是一种弥赛亚的本质，弥赛亚的治理。第6节甲第8节咧讲弥赛亚的影响，这些全面拢讲到的是政治的作为甲治理。所以咱咧看第6节甲第8节的时阵，咱嘛会当首先用这个政治的角度、治理的角度来看。豺狼凶猛的动物，这是咧指什么？指暴力的统治者。会记得无？耶稣捌骂希律王，骂什么？骂伊安怎？是豺狼。耶稣骂希律王，所以这个豺狼会通甲温和的绵羊、羊牛的国家人民互相和平徛起。这等是一种弥赛亚时代的精神，就是凶猛、残忍的帝国会通甲其他的小族群、小国家和平来徛起。这是无简单，这嘛是咱的期待，敢毋是？咱时常会听到一句话，讲啥？战狼，战狼这个词，特别是咧指中国人。真怀真霸，那亲像迄个战狼的一面。这个词是啥物人予伊的？这个词是因家己予家己的啦。安怎讲？因为2015年的时阵，伫中国有一出电影叫做《战狼》，伊的描写解放军非常的厉害，如何去对抗这个国外的佣兵。哇！迄出电影拍甲那亲像中国的军队称甲抓袂牢。这出电影的这个票房赚了真济，结果无偌久就安怎？有《战狼》第2集，台湾没有上映啦，《战狼》第2集。这个《战狼》第2集，搁较侪人入去电影院内底去看，听讲是中国对迄个民主。迄个市场开放到现在，有史以来卖了上好的电影。那亲像中国人拢想要做战狼，连国际外交也是同款。
习近平起来了后，对外的外交政策用强硬这款的外交政策，互人称作战狼外交。挑衅也是战狼的做法，要促进一个上帝国的和平是无有帮助的。几天前9月18，伫中国的深圳，迄个事件，我想真侪人知影。9月18，迄一日的透早8点，一个10岁的学生进入迄个深圳日本人学校的校门，伫要校门口超200公尺的时阵，互一个人安怎摕一支刀甲刣死。凶手特别选择918这一日，因为918是中国的宣传，这是日本来侵害中国东北战争的开始。你兄弟，咱今仔日咧看以赛亚的经文，经文内面咧讲到，以赛亚的地理下面，豺狼是真凶的动物，竟然会当安怎转性？所以咱也期待无够有这个战狼外交，嘛无够有被洗脑的战狼。咱期待这个豺狼会当甲绵羊做伙大，霸甲山羊啊会当做伙困。哇，这是偌好美丽的景象啊！但是咱咧读的时阵，嘛有迄个真无真实的画面，叫狮去食草。狮仔去食草，这非常无真实。但是这是一种文学的描写，要甲咱讲过去吞食伤害，也是讲弱肉强食的旧的时代，这有一日要过去啊。取代是以赛亚新的时代，以赛亚新的时代，毋是用强恶，也是抢夺的手段来生存。生存是需要安怎共同分享，毋是彼此伤害，乃是彼此相疼。所以咱每一个人拢对这款的时代，会通安怎？会通有真大的期待啦。当然，按照这个义面来看。咱嘛当看到经文提供咱一个以赛亚的国度，一个和平的景象，是人甲自然甲万物会通和平徛起的一个图像。这就那亲像恢复上帝当初创造爱甸乐园同款，迄款的画面。这个画面真做咱的期待。咱煞再来看第9节，咱也将咱的眼光有到伫普世的情景、宇宙性的基督、政治生态、理想的政治的画面。咱也期待每一个社会会当和平，甚至普及全地，无阁有伤害。的以赛亚和平的国度，伊毋是干那发生伫犹太，伊也要普及伫全地。这一日敢会到？神帝的信息，互咱知影会。只要咱谦卑刻薄，认捌上帝，明白伊的旨意，亲像大水充满。这个水充满大海同款，这一日，值得咱期待。这一日，咱伫世间的年日的中间，咱就亲像水一点一滴来充满这个有远景的大海。咱来想看卖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的反省？第一个反省是要予咱知影，和平
唔单单是人甲人中间的和平，包括整个的受造界的和谐。这是一种充满将末的经常的期待。弥赛亚完全的治理的世代，所有的对敌破坏、暴力，拢要结束。取代是一个伫上主治理下充满疼和谐、安息的国度。今仔日咱的世界充满冲突，有战争，甲环境的危机。这也提醒咱，上帝个国度最后有一个真要紧的导向目标，会挺互咱去落成，就是迄个和平和谐的世界。做一个上主的子民，咱爱伫咱所徛起的世界社会中间，成做和平的使者。无论咱伫家庭、工作、教会还是社会中间，咱来去致意追求，检测这个未来将末的理想，离咱阁真远。但是咱会当做啥物来实践？透过人甲社会的行动，提早经验上帝国的价值。下底我有几项。这个说明，我提出，譬如讲，咱爱伫生态保护、关爱这个受造界，咱爱做阵努力，包括尊重自然的环境，面对生态问题、气候变迁的问题，甚至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拢是咱真要紧的课题。咱无应该干那为着家己来活，咱也爱去尊重自然甲环境，爱去爱护动物。我时常会讲起万米，会讲起上帝荣耀万米。如果一个物种消失，代表上帝荣耀安怎减少一滴？这个物种消失，上帝荣光就消失；这个物种消失，上帝荣光就消失。咱的世界已经失去真侪上帝荣光的见证啊！咱爱去保护，莫阁互上帝荣光消失，做咱会通做的，尽力来保护受造的世界。唔干那安尼，咱阁爱促进社会正义甲和平，包括社会中。有真侪迄个冤案，有真侪律师、义工，因伫遐努力打拼，咱需要甲因支持，需要为因来祈祷。社会中犹原有族群的对立、性别的歧视犹原存在。有真侪民间的社团，因的努力做这的行动，维护弱势者的权利，去打拼一个更较和平正义的公共政策。这拢是一种价值的实践，这甲咱的信仰嘛是互相连结的。甚至爱创造，咱讲爱倡导、创议这个和平甲非暴力，因为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圣经内底甲咱讲，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咱爱促进疼甲和解，因为耶稣教示咱赦免和解，迄是一种。促进和平重要的基础，通过疼甲赦免来化解长期以来的怨恨。其实台湾是需要安尼，无论是过去伫
伫这个白色恐怖，也是礼拜的事件，甚至族群中间的对立，咱爱互相伫这中间来找到疼甲赦免，互迄个公义、和平会通彰显出来。咱的社会才有迄个气力，不会内耗，会通继续往头前来行。当然，这个中间真要紧的，就是咱台湾人迄个对国家的认同，迄是上大的问题所在。也求上帝帮咱，互咱会通成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且爱讲起，爱建立和平的社群甲国家，咱需要去参与公共生活政策，通过去支持符合和平、正义、自爱的政策，这拢是符合弥赛亚价值的一种方向。甚至伫咱的灵性的成长、信仰的实践顶头，咱会通安怎做？咱通过祈祷、灵修，不断调整咱的生命，通过灵性的实践，包括读圣经、祈祷、参加礼拜等等遮的，这都是亲近上帝，互上帝也亲近咱。这是一种信仰灵性的气力，也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仁爱的使命，去服务人，去宣扬和平的福音。比赛爱的国度是正未来将越的愿望，但是实际上这款的愿望会通伫咱的处境内面。通过个人也是社会层面的行动，来实践这款的价值。愿上帝帮助咱。第二项我要讲的，不再有战狼，也希望迄个极权、暴力的统治者，拢会当转型。伫迄个讲道研讨的时阵，永文牧师有讲一个白色恐怖时代的故事。迄个故事，咱中间应该有真侪人拢知影。迄个博洋的故事，博洋是一个迄当时所谓的外省人，伊伫遐伊受掠关伫绿岛12冬。一般拢是讲啊，伊因为创办这个自由中国迄个杂志，其实伊互人掠是因为伊安怎去翻译一个漫画，台语讲漫画，日语讲漫画，也是咱会讲红仔册漫画书。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捌看过迄个漫画书啦，叫做《大力水手》。《大力水手》的主角叫普派，所以博洋伊有一个笔名叫做普派。迄当时《中华日报》佫是国民党党营报哦。伊邀请博洋你来翻译，这本漫画这个红仔册伫美国卖了足好诶，你来翻译翻译互读者来看。有一期诶，迄个翻译是安尼：大力水手甲伊诶囡仔两个人去买一个岛，买迄个岛讲咱伫遐来建立咱诶国家。囡仔就问大力水手。甲讲，老爷啊，你写文章要投稿？迄个普派大力水手讲，我要写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囡仔佫讲，全国干那咱两个人尔，你敢知影？迄个普派讲，随某两个，我也有缘要来做演讲。这个漫画写出来。翻译出来了后，伊嘛是照安尼翻的。翻出来了后，伊受掠，讲影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两个人在台湾统治。所以博洋都因为安尼送到绿岛，
关12冬。伊参与写这个翻译嘛真衰。今仔日咱台湾已经民主化，我想无阁为即款的博洋案文字狱的出现，咱嘛期待圣经内面所讲的迄个野兽食草的图像，反映出不再有战狼，不再有野兽的统治者。咱也期待即款的极权的统治者，拢安怎会转型啦？哦。狮会食草，期待哦！我期待这个世界残酷的政权会当安怎转型。伫咱现代社会中间，真侪人对伫政治、经济领导拢失去信心。先知以赛亚提醒咱，真正的愿望唔通放伫地面上的政治权力。爱放伫基督，迄个对上帝来会发出意的基督。老树头已经打去啊，死啊！地面上的政权无效啊，但是互伊半意发出有机的是上帝，所以咱爱自信伫基督。伊是公义的源头，伊也是唯一会通带来真正改变、更新的领导者。咱做阵为着上帝国来努力甲拍拼，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先知所传讲，迄个上帝国的图像，伫2600几年前。都互迄当时的人民看到，今仔日阮咧读的时阵，阮也犹原有即款的期待。阮比2600年前的人，搁较有福气，因为阮看到迄个老树头所布的影，就若亲像耶稣基督对死国活一样。老树头死啊！无可能啊！人对生命的死也犹原感觉绝望，总是耶稣基督对死国活，亲像老树头不厌的新气力、活命的气力，带予阮灵性的更新、世界的换新。阮要做阵，甲阮的救主耶稣基督努力治愈上帝国伫这个世界，互这个世界因为圣神催逼，更较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徛起吟。
请坐。即时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为着咱第二场礼拜后新朋友的事工来服侍祈祷。第二，为着推荐职事遴选候选人的提名甲和会的改选。第三，为着这个10月初5全教会一日游的备办甲报名，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即时，请苏院长倪博轩即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至尊至高的上帝，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搁甲使阮彼此结连，学习三听三扶持，才做合一的团契。阮深知主耶稣基督是阮教会独一的根基。教会做事工，若毋是你保守带领，阮的手就空空拖磨。阮同心将第一场礼拜新朋友的爱电事工仰望交托伫你手中，求你赐教有牧师甲正当工有气力、智慧甲贴心，会照你的心意来行，将事工做上好的计划甲安排，也帮助每一位来到阮中间的新朋友，特别是年轻世代，通过阮的陪伴，看见主你甲阮同在。感受到亲像伫爱电路远共款，甲上帝和谐美好的关系，信仰得到栽培甲坚固。阮也为着教会10月20要举行的会员互会，对落甲职事的改选来祈祷，求主呼召敬虔听主、热心搁重视的兄弟姊妹，做伙甲你同工。实现主交付伫阮济南教会的使命，也感动每一位会当投票的会友，看见教会的需要，选出合主旨意的长老甲职事，互教会继续向前行，荣耀你的性命。听阮的主，阮教会伫10月初5要举办旅游活动，求主保守一切备办拢顺利，同工有智慧。体贴对长辈到婴仔的需要，凡事拢有周全的准备。守使阮合宜的天气，袂落雨，袂上热，搁保守参加的兄弟姊妹有好的交陪，享受你极美丽的创造。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即时，咱来奉献。伫咱奉献时，请咱嘛做伙听我来报告。这个9月份的德月长老是朱大庆长老。第一项报告，南港教会要伫今日下晡3点到4点半的时阵，要来举行张杰传道师的奉牧，甲这个就任教育牧师的受职甲感恩礼拜。张杰传道师是本会张志明长老的查某囝，感谢上主的引带恭喜。第二项报告，这个每年的9月份的第3个礼拜，这是咱台湾全国的国节日，今日下晡1点半，伫遮要邀请吴义莹老师来演讲，伊要介绍济南教会设计者景守勋，这个日本人。要
敬请兄弟甲社会大众来参加。咱的主持是永文牧师。第三项报告，第2礼拜的新朋友有一个新的事工，就是对本主日开始，这个爱电事工要请张嘉文牧师甲同工，要陪伴新朋友入捌济南教会，正做因属灵的家。欢迎新朋友礼拜后伫这个地下室101的教室来参加聚会。第4项报告，9月29号，这个有一个做伙来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大家站起来。请坐。第4项报告，这个9月29号上午11点的时阵，有一个泰泽同工哦，台湾泰泽同工宋阳，伊要来这个主理一个泰泽甲基督徒的合一，欢迎兄弟做伙参加。10月初5拜六暗时7点，伊伫这个咱本堂吼，本堂才有一个这个泰泽的这个举行一个祈祷会。第5点，职事候选人的推荐，对今日开始接受职事候选人的推荐，请伫这个9月28号下晡5点进前，将这个推荐表送到办公室，小会要伫29号来进行这个推荐的作业。伫10月20要召开长级改选的会员好会，会员的名单甲这事的这个被选人的名单已经公布伫公布栏，若有需要改进，请甲任何一个长老也是牧师来反映。注意事项内面有这个在职会友无候选资格，甲这个在职会友无投票的资格，吼，这个内容请咱家己看。第6项，守护台湾的这个祈祷会，这个每礼拜5拢有伫这个暗时7点直接举行。伫这个9月27，要请春生牧师来短讲，王献吉先生来分享，刷咧这个有细街头的祈祷，请咱兄弟做伙参加。第7项，学生团契伫每礼拜暗时6点，每礼拜6暗时6点是伊个聚会时间，欢迎兄弟介绍这个大专的新生来参加济南教会的学生团契。第8项，济南教会圣经学校已经伫这个区隔班、秋季班有开5堂的这个课程，请兄弟报名参加，而且来为着这个圣经学校大道奉献。伫9月28号有一个小组长的训练甲座谈会，伫迄个拜六
9点半的时间，牧师团甲这个要举行小组长的训练，甲牧养的座谈会，敬请这个牧区的小组长甲主要同工来参加。第10项，全教会一日游伫报名中，地点是宜兰五峰旗风景区乌石港甲南明博物馆，这个等等的所在，欢迎兄弟报名参加。团契消息，第1项是下早9点半时，咱永文牧师去这个少年团契分享。少年小组伫10点45分有一个聚餐，是亚婷主理。布拉伯小组伫这个下晡1点，义如弟兄要来查经。妇女团契伫礼拜二有两个活动。第1项就是10点的时阵，张嘉文牧师要来分享伫上帝的厅内面。伫迄天的下晡1点半到2点半的时间，要邀请迄个卜牧师来开办韩语的初级班，欢迎兄弟报名参加。第6是双年团契，这个部分是拜5要请尤梦华这个治疗师来做一个训练。学青团契伫28号拜6暗时6点，要来请信如老师分享全人的灵修的这个系列内容。具体消息，伫拜3 9月18号，现年88岁的蔡和环姊妹伫台大医院对黄牧师主理甲张嘉文牧师服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请继续为着蔡和环姊妹来代祷。其他的消息，咱请家己看。请黄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新朋友。首先来介绍是郑逢春、郑逢春，唔知坐伫大，互咱来熟悉。欢迎。过来介绍对屏东来何老弟甲林中勇先生，欢迎。过来是对日本来索塔纳卡，欢迎。过来介绍迄个梅友这大查某囝吼，慧君，我有看到遮，嘿，欢迎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来看顾。做会内任信息，就是每遍诗，信息389首，保罗上帝至悬至尊，吟诗刷请黄牧师祝祷，请徛开言。愿属仰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仰望。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请坐。别岛闭会，若有需要带队影，即请甲咱节目教会即个教育厅遮有其他的影即来带队。欢迎参加中庭的地饼会交易。